哎呀，各位聽眾，嗰個在歡迎人都來收聽，邊嚟好見嘅節目。這禮拜咧介紹就話特別嘉賓到啲 Clubhouse，唔是 Google Meet 下邊嘅有後調阿龍歡迎，阿毛咧，阿三lak沙歡迎。大家好，阿只冇 camera 咯。我上早我嗰啲名稱個。哦，那一邊上個前先啊，計前線啊，嚟啦，好難看啦。喲，老味，了個有，半點啦，出來那個啦食去。個有啊，咖羅啊，呢是咖羅啊，咖羅啊，他是。對，歡迎咖羅，你估冇來啊？歡迎歡迎。了個有啊，你都冇聲啊？你都冇聲嚇？你咪冇開誒？差唔多坑，冇聲啊！話表，我見咪見都 check 噶嘛，就係往到對嚟，了個英國中歡迎。Hello，大家好。了個有到嘅啊，我諗本來福建巴生人。頭一個發生人，歡迎大家。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ก็到啲 club 唔是係你叫咩啊？係你 Google 唔是 Clubhouse 入邊歡迎大家 Clubhouse 入邊嘅朋友是啊南西歡迎。大家好。แล้วก็我特別嘉賓阿龍帶來我嘅朋友歡迎。呢邊係咩？新嘅嘉賓啊，蘇湖新嘅嘉賓，係蘇湖嚟。蘇湖歡迎蘇湖。哦，大家好。但蘇湖阿龍介紹我台灣就介紹者，安怎係捌到蘇湖呢？我安怎捌到意思呢？伊家己本身是講福建話嘅，但是啦，哦，本是成個人有心講福建話嘅。伊唔是講有心啦，伊是家己啲厝內面講福建話，伊冇關心福建話日本嘅，有小可有注意嘅。แล้ว伊家己咧是伊唔是檳城人，伊是巴生嘅人嚟，clan 嘅人嚟。到嘅上咁波。人哋話本身是小可較有名聲啊，咁出名嘅時候，所以我哇！講嘅要開聲，internet 排氣，等陣，呢邊聽到人嚇，阿龍聽唔到人嚇，我睇到啊！特別你講咪講講咗冇睇到㗎，你講句，你講我是出名嘅人啦。我就冇名聲，我就冇出名啦。所以我常常有朋友，我唔捌嘅人啦，因為看到我新聞啊，看到我 YouTube 啊，見到你 TEDx 入邊看到。對，因為看到你咪，我唔知講數字都嚟看到我啦。แล้ว我應該是幾廿年啦，伊 at 我，แล้ว我看到，這個朋友別歹喎，應該我看到情有你。你叫做假死嘅時候，呢啲生叫做假死咧，就應該是，但係冇錯嘅話咧，福建話是叫做假死啦，呢啲呢啲情有出嘅人嘅生咯，所以我感覺就得出別啦。我平常時看到伊應該唔是假嘅人嚟，因為伊 post 嘅物件是正經嘅物件嚟，講伊食嘅物件，即是到落 Facebook 入邊抄呀，伊 Sri Lanka 喺度 Facebook 裏邊咧，所以我講呢個是正經嘅人嚟嘅，所以我冇。嘅咯，at 咗句後，我基本上就冇講壞咧，就係講我嚟錄嘅時候，應該錄嚟我嘅時候，按你講嘢，當時按你講嘢 standard 嚟嘅。แล้ว我直接呢個，我就看到，แล้ว我都唔知種數啊，我看到伊有一條條，伊是徛啲迄個真大地巴肚嘅啫，唔知最佢翕到一條相，即係徛啲。會嘅，睇下。會一條條 drone 翕嘅時候，應該就係徛啲巴肚嘅。所以我都看了佢又講，未歹，我即係朋友就出嚟哦，唔捌甲伊溝通過，唔捌甲講句話，所以我就 message 佢，我做乜條路嘅嚇？你就講有時我注意到福建話，然後我唔知道位啊，都係 campaign， 嗰時到位啊 at 條路嘅，我安尼講啊，未歹哦，然後講無安尼講啊，你會使嚟教我。無面對這個血啊，對會上嘅生活無清楚、無開了、無了解嘅人啊，你會講我解釋就係你嘅生活，我真有興趣別知你嘅故事咯，如果 OK，哦，歡迎啊，蘇湖，歡迎蘇湖。Thank you，感謝。你蘇湖你使插嘴，會使講話。啊，蘇湖請問，蘇湖請問，等我自我介紹一先，你介紹我是裝個未？哦。
伊完全冇講條話。OK，冇啊，每路阿龍你捌甲我介紹過，我是裝是，伊知我是裝嘅袂，伊知你出名嘛，伊知我出名本咯。因為我佢啲 post 啲物件，本嘛應該本仔咧係，一個就講啊，我嘅咁邊我見 podcast 嘅物件，我嘅講了，然後佢直接一時掛聲啦 ，make sure 啦，make sure 意思。嚇，佢上次掛聲嘅呀？冇阿 John。佢 make sure 佢嘢有用嘛，佢幫手佢我講我搞到完啦，所以直接都成接來成，所以我度 hijack 啊南西環境，我計舊大咧，講我坐住冷接嚟，等嘢用未用緊嘅，所以佢直接咧我做 trailer 咧就，話係 trailer 就是佢直接話講嘅物件，講誒，廣告啫，真係隻物件，嚇，未怪得謝啦，哇，舒服，真正歡迎，那個真正歡喜你嚟參加我哋嘅節目咯，我人就是想，我哋想問每女仔，你是甲巴生人啊？你到底都係出事嘅？是，其實我出事是伫巴生嘅，但是我甘榜是伫即個薩薩蘭啊，捌聽過無？有個天空之境嘅，天空之境啊，過來15個㗎啦，過來15個㗎，有個天空之境，我是嗱喺度大漢嘅，啊。哦，我唔知就到咯，我細個嗰差不多15個裏邊嘅過來15個，過來，OK，唔知哦，過來15個就甲近即個石根江啊，我石根江嘞，我石根江，哦，獵湖在產呢，去，村嚟，拖棒，獵湖拖棒嘅地方嚟，海卡啦，我諗叫海卡，三粒沙，你哋講話人會聽得到哦。啊是啊，我mute伊。三粒沙你聽到我聽到你講話。sorry， 我未見，我想講我 mute 掉，原來是冇 mute。冇。阿龍講咩？好，阿 Will 話我嚟啊 ，hello。沙沙咧就出名嘅所在，以前喺玻利維亞那個呢，喺個天兩至10道山。哦，那個天空之境啊 ，Sky Mirror。哦，我知啊，但我你講天係咪天空之境？天空之境，哦，天會行，天會行，我知影伊頭殼淡薄濕淡咧是，你去攝影嘅時，你 camera 係只架嚟講下，你會看到伊個天接會去 reflect。落嚟伊個天嘅，是唔是？你影掉嚇。哦，嚇我不覺嘅。你成個玻利維亞就出名嘅嘛，係你經。哦，一部驢啊，然後有驢嘅是咧，有驢啊咧，冇驢啊。咁有咩有驢？冇驢嘅，見哪叫冇驢啊啦？玻利維亞。哦，玻利維亞。玻利維亞，玻利維亞哦，玻利維亞，但你大，แล้ว你當然個開聲個幾條呢？幾歲呢？嘅20幾30幾40年，哦40幾歲啊！我都快啲少年40年，你幾歲時間出街呢24號。哦，你這年了，哇！誒，那是有蝦米物件要問嚟講，會使請起來甲我講。了，已經講了嘛，文龍。了，你使開，冇，話你嚟開工咯。啊，對嚟開工。誒，啲人啊，若是講就是啦，有蝦米物件要問蝦米物件，起來甲我講。啊，我是你是細漢大漢他讀冊，係咪嘅了是大啲巴生啦？對啊，主要讀冊是伫即個薩薩蘭啊。哦，就是大薩薩蘭嚟。小學咧，我是大薩薩蘭，唔是大巴生嘅其實。哦。但是有人會偷咧，要去買物件，就是去巴生嘅，因為喺海邊嘛，所以偷咧基本上是無啥物物件人買嘅。有時買衫買咩啊，就去巴生咯。咁讀冊咧，讀小學咧，就伫甘榜那邊讀啦。大家中學咧，就去瓜拉15咯。agak si po nam chinghan na akan nila tambay sa ay zebat ke katuhan ng pole do 而家是讀完車啦，即係高中 Form 5讀完車就去 KL 做工咯。
即頭做咩講咧？你讀咩嘅？你讀咩科嘅？讀冊是？我讀咩？嚇！我是讀嗰個新聞系啊，新聞系。哦，新聞係journalism。journalism 呀。咁擺是有一間叫做伫檳城有一間叫做韓江啊。哦，我知韓江。讀新聞嘅是韓江。韓江啊，韓江。嗰一間伫 KL 叫做韓星啦。我咪得讀啦。哦，樣是姐妹學堂嚇。姐妹。伊當擺是對他搬出來啦，其實伊當擺是 branch 搬出來，搬嚟 KL 了，咁樣夾是有兩間就搬開咯。本來是伊小我係校長當擺上新聞的嘛，因為是有去打官司啊，就是韓星甲韓江一樣搬出來。拍甲亂，賤鬼。拍甲亂，嘛都搬開了啦，即係兩間搬開了。頂到是上一檔嚟，當然變搬派去啊。啦，搬出來啦，搬兩間啊啦。點擺啦？阿姑之前啦嚇。我讀得讀2年啦，因為呢是 diploma 呢個 course 即係2年喺度讀。係是大中學過了還是讀嘅，還是到啲中學是讀嘅？無讀中學，我中學考個 SPM 考個未 college 嚟已經。college 嚟。先讀中學讀完了就。直頭就去做工咯，做工啦，因為做報紙讀得無好嘛，報紙官啊，係咪？咁咪做報紙，唔做報紙官 ，SPM 讀完了就去做這個叫咩啊？參觀啊，我去做日本參觀。第一道是去日本參觀啊，第二間咧就是去素食館，第一個 Mid Valley 嘅 Mid Valley，你會即係日本餐廳啊，做工。我這咪是過一年整都是40幾歲。做一年嘅幾咯，咁第2年就走乜嘢啦，嚟得做啦，啱啦。正做一年啦，做一年咯，咁嚟家讀冊嚇。你出嚟，人有兄弟姊妹啊？20幾年前啦，有。真係恐怖，20幾年有夠堅啊！你有兄弟姊妹哦，出嚟。有啊。我有6個，6個大姊，2個大兄，2個兄，6個姊，2個兄，我哋教嘅，都教你見，你最少年呢？教嘅啊，我是第一歲啊，第一個見，教。6個姊，2個高哇！是，因喺邊時啊，你喺邊點擺咧？我喺我迄個即個年齡啊，應該迄條村哦有20-30間嘅厝內面啊，應該有10幾個同學啊，同年齡段嘅，咁啊嬰兒潮啊，生啊特別多，每一間都懷孕。我迄年紀啊，大家有冇懷孕啊？你感覺？我生起我隔壁厝哦，每一間厝生過來哦，冇一個同學哦，什麼伫台灣辦嘅哦。應該有，等下一條村啊咪，20幾間厝哦，應該有10幾間厝是有同一個年齡哦，9、8、0年、8、1年、8、2年，什麼個時間咯？但你冇誒，但你冇是嘅，我老母應該是4、9個囝啊，停一年啊，中停一年啊，一年一個安排落來啦。哇！因為等擺是一直死嘅，一年冇生啊，因為伊有。伊死嘅，佢是查某，佢死嘅查某，較傳統啦，講佢報一個查甫啦，報咗一個查甫，我感覺查甫無夠，感覺一個查甫囝無夠，我佢死一個，結果我死到2個查甫囝出來咯，結果慘啦，我佢死2個查甫出來喎，喺度去到幾個啦，7個了咯，佢7個咯嚇，7個個報一個，我報幾個查甫啦，報咗就去到8個了咯，去到第8個了咯，我是意外啦嚇，聽到，所以你邊個你係第8你會寫清楚就係，大女一回，大女是不是一回？一回嘛？哦，咁樣一回，這兩回咧，一回。是。哦，那一年冇生呢，成日唔知是0哦，0啊，小0嘅冇呢啦，嗰是小0嘅，你小咩？小0冇呢，小貴，哦，小貴，
一中什麼都擺落來嘛，吼，豬啊、狗啊，自己擺落。你第大指示係咩啊？第大我大指，第大指示大10號啦，就係燒。我比較算頭兵。未記啊，燒幾時集嘛？所以是頭一個咯。哦，燒豬啊，燒豬，因為台灣落一次嚟估3號呢個10字去嘛，今年9，依是52啦嚇，50個，50去咯，50啊，燒豬啊，燒豬。哦，燒豬誒，แล้วรู้สิรู้到底他出來人接落來本是先拜佛了。冇啦，冇。喺卡人多數是拜神嘅嘛。拜神哦，拜人講咧。你知迄隻吉丹哦，吉丹布勞吉丹。哦。布勞吉丹就是布勞吉丹個即個巴生，有人就在海邊啊，海卡，一路去到即個Perak 啊，呢頭即係將佢沙巴本南啊，迄種海卡嘅生活啦，基本上是相款嘅啦。伊人是迄個閩南嘅生活風格啦，有特別跟台灣人安尼型嘅啦，泉州人嘅生活模式啊，福建人啊，福建人嘅生活 style 啦，伊頭腦較傳統啊。頭腦較傳統啦，成日等擺細漢嘅時候，伊最智慧哦，即個袂最放蕩啊，即個袂使做，嗰個袂使做，成日遮準咯，查某是袂使落去準嘅哦，因為人去出海嘛哦，查某袂使落去準嘅，佮成日厝有拜神嘛，逐間厝有拜一個神嘅嘛，一間厝一幫厝毋是阿卡勒夫嘅咩？跟啊即個冰冷嘅即個新洲橋啊，那甲伊厝相款嘅啦，我那厝是甲新洲橋那厝相嘅啦。伊厝咧中度拜神的嘛，有诶是拜觀音媽，有诶是拜關公啊，看伊樣是無拜咩啦。基本上海卡最間廟啦，我迄村哦，細間咧應該有10幾間廟啊，10幾間廟啦。10幾間有。巴生咪是阿狗最間是廟嘅巴生。迄隻有起當機啊，問事啊。哦，有啊，我頂過就講到嘛，係你千幾經文喎。你鬼尾接頭家咧是特別一上白白一盤出來嘅鬼。一配小教，一鬼包出來，一配教嘅事，一配教嘅是鬼條尾接。你舒服啊，請問你錄幾時加你是只少年本嘛？24歲到出街，你是安怎捌到即個佛教了？安怎幾時個出街了？講話聽下啫。我其實唔是佛教徒嚟啦，因為喺卡嘛，你老爸老母拜神嘛，得了拜神啦，相款啦，但是咧，我都有參加到一個叫做一貫道啊，點解啲咧？小小嘅鎮啊，你知係咪叫一貫道無？一貫道，唔知。我知，我隔壁係一貫道誒。哦，下面嚟，老母天尊下嚟啦。一貫道咯，伊人本是，特別伊人成日是拜彌勒佛嘅嘛，是哦。彌勒佛啦，呀彌勒。彌勒啥意思？彌勒佛啥意思？咧，迄個啊，肥超佛嘅啊。哦。超佛啊，是叫做超佛。樂歡喜嘅樂。嗰邊歡喜嘅彌勒佛。哦，OK，唔是歡喜樂，一直借條嘅，以前都借條，係啦，細個粒嘅，潮嘅。OK，但你超兩次驗咗一個環保嘅嚇。OK，裝佛 OK。這個宗教哦，其實是喺台灣咧，是一個並大宗教體系嚟，並最人信仰這個宗教嘅哦。這一貫道喺台灣，伊個人口並多啊，甲佛教差不多嘅啊，伊人口並多。And then 伊個宗教嘅教義的時候，甲基督教啊、道教啊、儒家、甲佛教啊，什麼參起來啦，5個宗教 mix 起來嘅一個宗教啦，叫做我喊你物件啦，我不接觸過啦，我17號左右啦。啥物事你朋友還是朋友叫佢啦，朋友叫人嘛去咯，聽。都有淡薄了解到佛教嘅物件啦，但是我唔知係咪叫佛教啦。其實我就想意思，
我想弥勒这个一贯道是佛教来的，因为咱看戏嘛。冇寫原來是冇寫，這是參嘅 combination 嘅，這是。原來是，係咯 combination 就是做咩講儒家嘅，做咩講道教嘅，我做咩講基督教，我是冇明白啦，因為喺度有點乜，我冇明白到底是唔是佛教，我其實搞不清楚啦。喺度開始咯，去迄個書攤啊。一冊拖吼，有迄賣雜誌的冊啊，都唔係啦。這邊嚟讀啫。小漫畫，有漫畫，然後去賣漫畫嚟嘅風雲啊，內邊有迄個冊嘛。幾大本都是佛教雜誌嚟嘅。佛教雜誌叫做慈悲啊、福報啊，迄個雜誌啊，都買嚟看看嚟咯，很的。看看嚟，啊想。跟我這個信仰而且無相嘅，這個佛教嘅這個物件而且無相漢咯，我點解無相啦？我慢慢發現應該唔是啦，唔是佛教嚟，我原來是無相嘅這個宗教嚟啦。我就對佛教到底是啥物物件啦，我就甲迄個即一貫道嘅負責人講咯。我其實咧也是有接觸佛教嘅寺廟，因為我覺得無廟嘅嘛，無佛廟嘅，我覺得無佛廟嘅。什麼是這種嘅拜神嘅？我不讀過出家人，我唔讀過，我唔接觸過佛廟啦。其實，但是我因為看戲啊，看迄種嘅傳記啊，即係菩提達摩嘅傳記啊，看，成個有淡仔 connection 啊，唔知到底伊是啥物物件咧，想去接觸伊啊。有這個向往去接觸伊啦，我就甲一貫道嘅負責人講話，我不去接觸這種嘅人咧。伊講我就無啦，這時代是彌勒菩薩咧成彌勒佛了，伊來救度眾生，所以咧，馬路嘅出家人咧其實是救袂到你人了啦，伊家己都搞唔掂啦，嚇類似嚇啲物件啦。但是我就想，我根本接觸過，你就甲我講伊搞唔掂，伊當袂到我，所以我是屬於較叛逆嘅啦，所以我就無。我就後來就你俾嘢去吹看，我就冇出來看，我就嘢冇去出，我就走出去，我就冇佇金邦咧，我之前是拿金邦冇做工嘅，做工是做車衫嘅，做車衫，車 T-shirt 啊，車 T-shirt， 車一年啦，喺度賣做了咯，就走去即個 KL 咯，走去 KL 嘅目的，我是想不了解同不記係咪叫佛教，因為我其實是冇迄種嘅訊息啊，嘛走看去學校做工看埋，然後接觸到係咪是佛教咯，你佛教雜誌裏邊哦，佛教雜誌裏邊有一個素食館啊，素食館嘅老闆咧就特登嚟傾佛偈啊，講淡薄叫咩佛教啊，即物件個物件，這素食館裏邊有一個老闆哦，是阿叔個傾接觸就係出家人咧，餐館是到咯，伊即個教餐館是到底本身到底現在啊無到底路係咪？冇啲即個啲 pyramid 嘅，三位 pyramid。大部隊嘅 KL 邊嘅 BJ 呀 ，OK。OK。三位 pyramid 都唔知隻 area。在。三位 pyramid 內邊啊，內邊。樓邊誒溜冰樓邊嘅，三位 pyramid 樓邊有一個溜冰區嘛。伊等擺咧有一個 restaurant 嘅，伊個 restaurant 咧會使看到一個遊樂場嘅，落地玻璃嘅，會使看到遊樂場嘅。伊特別叫甘露亭啦，巴生門有嘅啦，甘露亭啦，甘露亭，呀，伊等擺馬路無了啦，等擺阿最近嘅有3-4間啊呐，馬路無了嘅，and then 就去嗰搭做工咯，冇夠機會去接觸到物件佛教是蝦米物件咯，對唔對？嘛去做工咯，我之前是做日本餐廳嘅，做嚟賣做了就走做素食館咯，去做素食館去做迄個 restaurant 裏邊切菜啊、打雜啦，打雜啦，打雜有可能會搣掉就物件師傅直接出現無咯。有一間就看到，即係你成變咗成個接落來，成個有啲有心啲，成個好奇啲俾看，哇！俾佢了解，俾佢白較濟去教呢，是唔是？是，係咯，有一個心態是嚟想，到底即佛教上面，因為冇睇到咁多迄個傳記啊，有迄個畫面啊，迄個佛教到底是唔是逐工逐擺咱看戲了寺廟嗬，啲迄個廚房裏面啊，斬柴啊、砍柴啊，然後燒木材啊、煮菜啊，迄個畫面成個特別啊，嗬，成個真係個嚇你物件咧，第10幾號嘅時，啲頭腦會很少啦，嗬。成個咱看你武俠片，你告訴我，發現唔止你哋少年師是武俠片是唔是啊？中國是
中國是唔是嗰個喺你少林寺咧？嗰時馬來西亞喺你地方咧，我想象袂到啦，我想象袂到，我咪走出去外口接觸啦，嘗試去接觸嚟咯啊！咁啊到伫這個素食館內面做工做了半年咯，做半年哦，開始接觸到阿嘴師傅哦，走嚟這個素食館食啦。誒，這個師傅哦，捌看啲雜誌裡面捌看到，但是我唔敢去接觸伊人啊。我看來這個我捌看拄到伊樣，但是我唔知伊樣。我唔知人哋做下咩啦，我唔是想啊好奇，到底係人哋做下咩咧，係咯。然後就跟我同事咯表達啫，因為我想接觸佛教，因為是佛教徒嚟嘛，我想要接觸到底是嚟講下咩物件。拄好咧，拄好哦，東禪寺啊，就是伫這石蘭屋有一間叫東禪寺嘛。鄭家龍，東禪寺，鄭家龍嗰邊大家有花燈迄間咧就等擺20幾年前啦，伊樣就開課程咧，伊樣開咗2個月嘅課程啊，2個月吼，你去住喺廟內面，你會使去上課其他你免出家啦，去讀冊爾啦，去了解佛經是講下咩啊，體驗寺廟嘅生活啊，所以你是大是兩個節無停嘅，一頭接到兩個節大下面嘅。是，家邊困那邊到啲位啦 ，OK。對，就累哦。寺廟的體驗，免累嘅，免累。寺廟的生活體驗係呐，我就去申請咯，去申請了就愛 interview 嘅喎，愛 interview 嘅。嘛一個人大家到仁家龍去，等擺仁家龍是阿烏魯嘅地方嚟嘛，叫仁家龍。喊到去，拄到一個師傅咯，伊是有那個主任嚟。等陣會你講愛參加這個，愛寫愛填 form 係咪啊？特別愛拖嘅啊。愛填 form 嘛，伊是一個 course 嚟嘛，你是去參加伊嘅，伊個2個月嘅課程嘛。10幾個20個人啊，20個人有啦，當時有20個人。你意思參大波雜波冇啊？是啊，大波雜波咯，最濟。一班人啊，我上網多嚟內面啦。有人多，因為一廟內面有分兩邊嘅，正是大波多啊。大波邊 ，OK。對，呀，俺就去嗰度多人，就報名了就愛 interview 嘅啊。interview 問你做咩是要嚟正讀冊啊？我講我唔是佛教徒啦，但是我是唔知咧，我就是有興趣要想了解佛教咯。一個 OK，你嚟咯，喊就使咯，interview 就嚟咯2個月，你冇可能去請假2個月嘛，係哦，喊到一頭炒魷魚咯，炒位老闆魷魚咯。你講我未啊，我就去對。一年加幾了就，我冇去嘗試這個生活，看埋是係咪？特別你講係食這餐館嘛，食這餐館，你講你要去做，你講有可能也了解也明白哦，你頭家。也了解講應該是伊人是並欣賞嘅啦，是啊，並欣賞你會去做啲代誌啦，要去寺廟體驗一下，邊好啊，使你 you can go to try 啊，但是我冇講這理由啦，我講我去讀冊啦，我去讀冊，然後我去嗰度讀冊啦，喺度冇做了就一頭去啦2個月啦，當我 interview 成功了我就開始丟辭職信咯，丟了辭職信哦。嗰是等1個月後啊，結果咧報紙迄間就登出來東禪寺火災哦，幾間東禪燒掉了，等陣我解釋成其實別人人表聽，你要去迄一塔即個佛教嘅即個所在嘅佛龕，就燒去。就燒。阿靜，sorry啊，我問伊叫做師傅。是唔是2000年啊？對，2000年應該是2000年。你會記本啊，頭家？對。頭家你會記啊？冇，因為我點解我做緊頭家是林家棟嚟嘛？係咪你係係咪嚟？林家棟是你所在名啊？OK。鄭家龍，到啲啱啱並嘅咧。叫林家棟。林家龍伊林家龍是拍成人字，伊叫做鄭家龍，但是伊寫成人字係叫任家龍、金家龍。金家龍 ，OK，明白。福建話有人叫林家龍啦，福建話叫做金家龍。等陣我每隻師傅，你是講你去喺伊樣方面，你了過啊是一個月，你試了你講。
伊是一月之後無聽到人講下面，還是一月之後還是你前時就殺了幾時個就燒？我就是剩一禮拜都無去廟了誒，佫剩一禮拜都無去廟，已經廟咗燒煞去。但是我炒魷魚了，我已經丟辭職先了，佫一個月嘛，都幾一個月嘛，係哦，做3禮拜了唔對，第4禮拜就使辭職，去參加即個 course 咯。咁樣咧就一燒煞去哦，就差唔多我2頭不到岸哦。所以你班未 start 噶啦，你班炒魷魚哦，佢冇 start 掉，就是下禮拜開始。下禮拜冇 start 了，但是這禮拜燒，個春節禮拜冇 start 了，佢已經就掉燒，佢嘅廟掉燒煞去咯，燒煞去咯。咁樣就較緊嚟打電話給伊咯，一慘喎，我不去這廟，佢已經燒煞去，我已經尋尋覓覓對沙蘭開始出到 KL 扯掉了，然後最後竟然竟然是火災啊！咁樣就打電話去這個廟那邊咯，問伊咯，準備嗰陣時課程夠該。繼續無咧，個人聽啊，有人聽，你報紙頭條嘛，當時嘅報紙頭條。多勁嘅啊，即件動產師。你是唔是係啲隻嘅？真係多勁嘅，都係啲隻嘅。伊高近至是真正出名嘅，伊是你講開刀呢，真正甲開互人看呢，平時唔開。講冰丁，咁樣就講有啦，個開課程啦。因為有一棟樓燒煞去，個最棟樓是無燒嘅，個3-4棟嘅樓是無燒掉嘅啊，燒一棟啦，一棟樓啊，那燒煞去，按度個伊個開始啦，下個月開始咯，按我就對去等住咯，等幾禮拜，按度去廟內面去這個廟內面住咯，我住2個月咯，喺廟內面嚇，我接觸佛教嘅方式有較特別淡薄啦。因為我唔是佛教徒嘛，直頭走嚟個廟那邊住啊。一講嚟個廟嘅時咧，我就想，我無去之前我就想，因為伊暗暝無通食嘛，個食齋嘛，我就愛 try 就先咯，去 practice 嚟咯，喺我嘅素食館那邊咯，有時暗暝無通食嘅，我愛 fasting 啊，我愛食齋啊。我試到半年了，我感覺應該 OK 啦，咁樣挨早起來吼，應該是試看賣5點起來 ，try 到之後應該我意志力會使去挑戰這個寺廟的生活無咧，按到到時了啦吼，去到了去到迄廟，我想應該是生活變辛苦嘅，應該是變挑戰干那做戲啊那呢。結果我去到廟了，就去啲山頂人家得個打水，打水嚟咁，我就想干那要去打功夫啊！嗰啲是白羅漢嚟，拍水啊，係咯，嗰打功夫啊，嗰跳水啊，哭掉你得看水咪係自己香，去井那邊打水啊，干那煮食，但是煮呢，看戲看太濟了，咁我去到了嗬，我就去到個廚。一第一個伴我去做物件嘅地方，就是去廚房。廚房叫大寮，然後就去到廚房咧，攞去咯。哇！呢廚房唔是迄種嘅燒菜啊，是 gas 嘅。哇！什麼叫真的燒嘅喎？什麼叫做培根嘅？什麼狗啊？廚房是上款嘅啊！做咩我係頭腦㗎？狗係想象差距啊！唔是愛砍柴咩？冇柴砍啦，什麼叫 gas 啦？你講人就烏魯啊嘛，真係人就冇等嘢。係啦。你一時排落去卡走卡去做工時，因為你頂到把到啲參觀去做過啦，是唔是啊？要考慮。Hello，是啊，係叫我去走卡做咯。阿伯咧就去這個房間看咯，去房間看了後，一日去房間我想一房間應該是破舊舊啊，我做海卡嘛，我嚟海卡全部是普通的嘛，房的嘛，我嚟到一廟了，哇！一廟是有靈氣嘅哦，哇！一廟我嚟房間有aircon喎。哇！嗰本熱鋪咧，我想是困房嘅都啫，唔是房嚟啦，熱鋪咧是哇梳化嚟喎，有迄個 sponge 喎，soft 嘅喎，我未睇啦嚇。生活其實是比我做工嘅地方較好啊濟啦，我做工嗰個廚房咧，跟那外樓大嘅地方喺你啦。哦。因為廚房呀，隨便互你一個房間你都好大了嘛，喺廚房做工嘅人啦。但是去到一廟咧，哇！伊個條件真正好哦！哇，上個食烘嘅你看，
我發現原來咁啊，伊就話講冇啦，佛教們愛跟着時代發展的嘛，進步了對，是講佛教阮就要對調咱新的世界阮就要對調啦。後來我就因為我就跟我迄個之前想的想象咧 image 咧完全有咁麼衝突啦，開始冇得了解了啦。原來唔是安尼款嘅，是我自己想象出來嘅，想象嘅迄個看小說裏面啊，傳裏面啊，嗰種戲裏面嘅影像嚟嘅，斟茶因為原來打水呢，家己想出來啦。對，其實是冇啦，原來是安尼款嘅，咁我就開始上課咯，有人上課啦，上課是上一種基礎的佛學課程啦，上下面是佛教啊，下面是三皈依啊，下面物件，下面物件啦，心經是下面嘅啊，你捌聽個心經啦，觀自在菩薩，色即空，空即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即捌聽個啦，做戲是捌看的，但是唔知伊講下咩嘢嘛，對唔對？捌聽個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捌聽個啦，但是你唔知講咩啊？唔知咩意思哈？當時咧就去上課咯，有人唔知咩意思，有人有這課程咧，有2個月課程咧是上佛學課嘅咯，上心經啦。嗰一本經叫做《八大人覺經》啦，係咪經啦？師傅，我唔รู้請問你是唔是一個唔捌佛教人咧？像你嗰陣時已經捌佛教噻，還是有參？應該是80%嘅人，什麼是對佛教有咁嘅了解啦，因是種佛教會啊，參加佢嚟參加啦。是我自己咁冇識啦，我冇識。你依兩教是用唐人字嘅，係咪？我字唐人字。華語啊，因為佛光山哦，迄個東禪寺是佛光山嘅，佛光山是來自台灣嘅，台灣嘅佛教團體啦。用伊老師咧來都是台灣人咯，台灣嘅老師啊，加咁乜本地啊，星雲大師搬去嘛，是啦，星雲大師嘅 branch 嚟嘛，星雲大師嘅 branch， 伊 branch 嚟嘛已經，伊經落就唔嚟。星雲是係咩嚟？係咪？伊是出名嘅會上。星雲大師係一隻出名嘅一個師傅嚟，伊成個意大利落嚟，意大利咪有一個 pop 咯，意大利嘅一個 pop 嘛。伊是一個教嘅伊是大頭，伊是佛教嘅。伊是佛教嘅 pop 咧，又伊是台灣嘅，所以伊是真出名嘅。上擺160個貴姓啊？咗，伊貴姓有一個月未啊？100呢？160個貴姓，伊貴姓連台灣嘅總統 president 都去伊 funeral 嘅咗。because 伊是一個真正要緊，伊是一個真正要緊嘅一個 position 嚟。成個係你 pop 意大利係叫咩啊？係識你 country 叫咩啊 ？Vatican， 伊成個係 Vatican。OK。教宗啦，中文叫教宗，教宗啊，即是伊是啲星雲大師咧，是啲佛教裏面較出名嘅一個叫 master 啦，一個大師啊呐，夠阿嘴嘢啦，有係咩淨空法師啊，這個慈濟啊，捌聽過慈濟啦，捌聽過慈濟哈，慈濟啦，慈濟絕對捌聽過啦，慈濟有即個叫證嚴法師啦，每一個 branch 裏面有一個主要嘅住持嘛，星雲大師是屬於佛光山嗰啲咯，伊 branch 喺全世界在開100幾間啊，即佛光山嘅佛教嘅團體啦，影響力是變大嘅，所以伊往生嘅時咧，都變做人去悼念伊啦，係咯。因為每類名嘢，咁樣人講係咪星雲啊？幾時年？一定過啊！幾時年？Because 我去隨 internet 嚟隨看，我看到伊即係，因為做嗱，伊到底 Vatican City 有翕一條小影看，因為做無伊個 Master 星雲the member of the delegation visiting Vatican in 1997。OK， 我哋看到伊嘅故事啫。OK， OK，台灣人啦出名。故事講到得咯。了你去接家邊大了我內線嘅modern了，特別以後有早車啊，以後實早起5-6點有車4-5點。對5點就起來了喎，5點就起來，起了5點半就誦經咯，愛誦經誦1點鐘咯，誦完經1點鐘就早起，有時做運動啦。做什麼運動？我有時負責指甲咯，指甲什麼？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咯。
哦，住家哦，住家，哈哈哈哈。住家兩個住家，我個住家。嚇，對，我成個你好教嘅咩物件支架上面嚟？支仔，準備早餐啊，支架，食飯嘛，我叫食飯，唔叫食飯，我叫食飯。and then 就到了我時間上其實是早起咧有做者早課啦，暗晝嘅時候做者晚課啦。中咧即係上午咧有上課咯，在下午咧冇上課咯，晚上都有一個時間是自修嘅時間啊，所以有最時間咧有上什麼課，家己個什麼寫物件，你看咯，其他個即係才藝班啊，即係寫書法啊，即係加減其他嘅唱誦啊、誦經啊，啲課啦，家啲喺後邊都能夠嗰啲後邊。你是嗰陣時早起4個點請啦，伊是夠個暗暝幾點個困啊？9點10點瞓啊，9點幾樣嘅，迄種是9點半啊，9點幾啊，伊是團體生活安尼啦，咁啊最濟起來，最濟誦經，最濟食飯，最濟上課，咁啊暗暝最濟困咯。伊邊有敲鐘嘅啦，有一個時間咚，即時間是叫做困了，有晨鐘暮鼓嘛，敲歌，公你困了，有愛起嘅了，咯，你聽伊晨鐘暮鼓，就是伊一個 signal 來。你使困，你使起來了，你做下咪咯。到也晨鐘暮鼓嘅生活，就是嗰啲手錶摸實佢，嗰啲時間摸實佢，到伊人嘅時間就對啦。哦，你冇聽手錶，冇有接電話，你 handphone 都冇喎。哦，迄陣冇啦，迄陣就冇嚟電話啦，迄陣冇電話。哦，對啊，是對。冇電話。只講一年啊，嚇，只講一年。伊冇好啦。伊冇，有人未使聊電話。舒服，你讀冊嘅時，伊是教你讀咩物件，你是讀，like 干那是讀佛教嘅物件，還是讀別行款嘅物件？有淡薄文化啦，讀文化嘅。文化係咩意思啊？culture，文化呀，對文化對。讀文化。呀！係咩文化呢？佛教嘅文化是，一直成個人嘅本地嘅伊斯蘭嘛，一直是本地嘅 Buddhist 咯。呀！其實第這個咯啊，是這個檳城有間佛教總會嘛，佛教總會那邊有佛學院嘅喎，佢馬來西亞佛教學院喎，佛學院嚟咯。我有人想啊，Jalan Broma， 山會講堂呀。Jalan Broma。Bermerok你啊。你那附近幾樓？你就幾樓嘛？我曉得啦。伊那邊度佛學院咧，就像一個 religion 嘅 school 啦。其實 religion school 咪是個 secular school，同埋 connection 咧。你讀嘅課程裏面咧有 mix 淡薄嘅 culture， 同淡薄嘅世俗嘅課程啦，就。一些 common sense 你特別愛讀嘛吼，歷史啊，這種嘅物件咯。但係我兩個嘅啦，我讀淡薄嘅啦，主要是 focus 佛教啦噶，你而家體驗嘅生活係咩咯？即係廟嘅生活係咩物件啦？了解淡薄佛教是咩物件啦？所以我嘅方式都是一頭去了解喺那邊生活，廟是安怎嘅，師父養成咗生活嘅，伊人想法係咩？即係經內邊到底是教係咩物件？能夠嘅體驗我都讀完了就對去做工咯，我再去做嚟做咯。我上時冇，我先去讀冊，先去讀這個新聞系咯，讀2年啦。即是你是讀新聞系是過了去即係是去暗2年了。能夠了，咁去讀冊。即係是叫暫時嘅出鏡，是唔是？暫時出鏡，短期嘅出鏡，一是短期嘅，一是叫做寺廟之生活。即係 something like 應該是會出鏡嘅喎。camera 可能啦。curious 參加就是夏日營啊，嗰啲物件啊。summer camp 呢？都 Manti 頭嘅 Manti 頭嘅時候。一是 retreat 喺我都能夠什麼冇人去剃頭嘅，目的唔是去剃頭嘅，目的是你去了解較佛教較正可能啦。讀冊可能是。一道嘅咁咪。
你會記巴比杜哦，係記。上塊嘅地方啦，伊嘛是出嘅啊，上塊嘅地方。哦，伊出嘅到係咩？伊有出嘅，伊有出嘅。伊有出嘅，伊剃頭。佢哋是短期出短期出價嘅，伊短期出價啦，伊講伊若上塊係當堂水嘅火苗嘛，上塊地方係，整個上人都泰國啦，冇時想季節出嘅嘛。伊人泰國嘅是因為如果愛得做兵嘅是出嘅。到什地？泰國啊，是咩？你大波咪是你準備做兵還是出嘅喏？你係 Joyce 嚇？哦 ，OK，我就冇。特別伊人是講93字講咩？無特別，我是講即個短期出車啦。我是在講嗬，大波是講唔知買，唔知幾哪刀呢，會使還數。查某就唔知幾哪刀會使還數，是講你出價啊，然後你買做啦，你會使還數哦，是安尼款啦。哦。你使 hit 人都係個文字啊！你哋識講頭先嘅，我會講你寫咯。人都，假如你都上個時是你 player 係識人都啦。人都，嗱，啲人對那師傅講，แล้ว師傅嚇，แล้วafter 咧，แล้ว你到底去了去做工仔，แล้ว你是有想到講，有啲想念哦，想念這個生活到底。冇得笑。又冇去笑啦，跪起就跪起可能啦。那都是 next 了嘛，冇讀車嘛，嗬，冇讀我係新聞系嘛。嚇對。讀新聞系，但是啲即2年入面，應該都 active 去參加呢種嘅佛教會啊。因為啲嘅大學入面目前有佛教團體嘛，宗教社團啊。佛教社團啊，戲劇社團啊，我還沒社團們參啦，主要都有active 的呐，佛教社團團體咯。像我係佛教會啊，佛教學會啊，這個學會叫佛教學會。我都啲啦 active 啊，參加活動啊，咁啊啲附近咧冇一種嘅佛教團體啊，咁咪去參加咯。參加久了就接觸做一種嘅師傅啊。有迄種嘅泰國嘅啦，有馬來西亞嘅啦，有斯里蘭卡嘅啦，有最無相嘅師傅甲無相嘅佛教啦，所以喺迄個2年內面咧，其實較真實嘅去接觸到，馬來西亞嘅佛教是很侪種形態嘅，佫有嘅師傅咧，就是甲帶了巴內面嘅，帶了巴嘅。你是講到想就是想啊，就是斟茶。有人是有師傅咧是阿說個 meditation 嘅，打坐，有時說個禪修嘅哈，做禪嘅哈，有說個是做哈呢，有師傅咧就是阿說個念經嘅，專門咧做布架嘅，念吼，做超度法會啊，有師傅是做種嘅，有師傅咧是阿說個講經嘅哈，有說個布教嘅 talk 嘅 ，OK 哈，我原來有最種無相嘅即係師傅啦，喺度。就接觸到較濟咯，喺呢個時間接觸到較濟了，就較開始更加明白原來佛教是安樣嘅物件啦。對伊嘅哲理來講咧，我感覺伊對我較幫助啦，因為伊嘅想法啦，佛教嘅思考模式啊，佛教嘅思考模式對我迄個青少年時期來講是有夠 develop 我思想嘅啦。對我醫生啊，健康是幫助啦。你心甲你腦內面伊個即佛教教你嘅物件是對你有幫助啊，你就咁講對。對。其實是有夠，其實佛教咧有個 philosophy 啊，個哲學按照講啊，福建嘅哲學按照講啊，你有講哲學，有講我哲學。哲學，講句。哲學。你寫啲對咧，阿龍。啱啱寫啲對咧。你講咩客？鐵客。鐵啊。鐵。THIED。THIAT。鐵哦 THIAD。冇一次 TIAD 呢。鐵客。鐵客。哲學是鐵。個哲學。鐵客。係咯。แล้วลูกเป็นจูลู拿來有興趣哦，亂翻。例如說，有時是講有人叫伊是啦，伊較有興趣去比較有興趣去思考什麼關於人生的思考人生的問題啊。因為大
大概是19歲嘅時候，18到19啊，因為我厝9個人嘛，對，9個囝嘛，對。到第2年我讀中學嘅時候，其實我規間厝無人了，什麼走不了了。哦，你對細漢嘅時候，喺甘榜了。像我一箍地母爾，地母吼，我甲我老爸母2個人最濟咯。我家人住2-3年啊，伫地母迄2-3年，我住了甘榜嘅嘛。我住了甘榜嘅時候，逐擺我厝嘅人我都有查某朋友啊，查某朋友住對來啊，甲是有囝咧話對來啊。迄幾廿年吼，我伫甘榜，伊人什麼人若學校做工對來。對來了，拜6禮拜，樣對來半工閒啦，拜6對來啦，對來就嘻嘻哈哈。我看老爸吼、老母啊，開心哦，看等個囝對來啊，對來了煮啊食啊，到了7點啊，迄個時間啊，大家都要對去 KL 了嘛，就對我甘榜什麼對個了咯。我看老爸母逐工吼，期待樣對來樣退休了就，若咧厝等囝，逐工喺咧等囝，咁我就大家到拜6禮拜樣就什麼對去咯。對去哦，我就伫後尾看到樣2個老嘅，逐工喺咧等囝對來等囝退去哦。你生個安濟囝，生9個吼，什麼囝走個了，到尾到我了吼，我嘛是要走啊，安尼形容我心情啊。有人18歲，有人18歲嘅年齡是，我無可能留咧這甘榜做什麼啊？我留咧這甘榜做什麼？我盡量留咧這甘榜做工了啦，我去做工做1年伫甘榜那邊。可能我都掙扎這個問題是，做咩規個人生是安尼款嘅循環咧？做咩？我老爸母哦，本來開始哦，伊人根本都唔捌的嘛。我當時嘅思考啦，我喺海邊嘅思考嘅時候想，伊人2個人本來就是唔捌的嘛，吼，做咩後來又捌了哦，之後就生啊幾大堆嘅囝出來哦，生啊幾大堆安濟，生個安濟出來了吼，我當時細漢哦，恁房間無通困，我是困廳呀，困啊大漢嘅，困就廳大漢哦，困到伊人什麼走去了，我有一間房間了，這樣我搬入去了，搬入去房間了，我14、15歲，我有一間房間我搬入去了，但是其他房間什麼是空的，無人去了。房間愈來愈多，但是說愈來愈無人住，所以變成房間是空的。之前咧是房間多無夠大，一間房間住6個人去哦，住到6個大姊住喺樓邊。我就困廳，馬路咧無咯，但無人了，剩我一個家，一兩個老爸母爾，然後逐工來等囝咯。我頓下思考，其實人誒，做咩人愛喊一個循環啊？喊一個循環是。我愛重複喺度循環，我已經看到嘢 conclusion 啊！我成日看到嘢物件，我是最終嘅 conclusion，阿家是啱咗啦。So， 你是搞笑本啊？你是一落來本成日看搞笑人嘅，還是去參加這個佢哋佛教咧？還是你家有去介紹？冇啦，我一落來是家己較自家想物件啦，是看到這個情景啊，對我來講是一個。做咩？因為你10幾歲哦，你其實個17歲、16歲、17歲，其實是一個最夢幻嘅年齡層嘛。想要成熟個不成熟係嘛？你無夠成熟，但是你個大膽嘅想象物件嘛，對唔對？你對這世界個充滿着想象啊，說最文學啊，最唱歌啊，啲時段呢，展示個無與倫比嘅。美好嘛，就是底下年齡段哦，想要成熟不成熟嘅階段我底下階段咧，我喺度想象嘅，做咩人生我喺度，我是唔是要超脫這個世間哦？未使個按進行按你重複輪迴咧，超脫係咩意思？然後來探索我嘅生命咯。breakthrough 超脫啊！因為 breakthrough 就 out 明白，你是啊？是一 loop 嚟嘛？你講係 never ending 係一 loop 嘛OK，喺度來俾教演成日搞得看到樣走個了鬧字，一邊 breakthrough 一個我買。做咩啲先最驚出嚟？啲白母看到可能嘅，做咩呢個先最驚出嚟？喺你 conclusion 你到最後咪是變成2個人對唔對？咁我已經看到 conclusion 就是我定要愛走。我無愛留你這甘榜，這甘榜留做什麼啊？我無愛啲這甘榜。我走了後，我就看到這2個人鬧嘅，是真係，哎呦凄慘哦！生安最驚，無一個囝會追濟，包括我無愛個追濟，我不自由，因為當時嘅我嘅想法就是哦，人是一個自由個體啊，我是自由嘅個體，我是獨立個體啊。哇！我嘅想法唔係做咩喊啦，我是一個獨立個體，我做咩愛為了你，愛停留喺這邊呢？我嘅生命應該由我自己來做選擇。就是為咗為家己想啦，就是講我做咩事，我就是為家己去背啊，出去幫生啊。
我的生活是我的，然後我自己去活你自己生活。生活是我自己，我應該會為我的生活爭取我想要的生活嘛。是你甲我生出來了，我是唔是愛為你而停留咧？對唔對？我十幾歲按青春的年齡底啦，做咧甘榜做啥物咧？對唔對？讀書也無讀得落好，啊無邊嘢變，所以應該是唔是去嘗試去找尋答案咯。所以我就講去 KL 嘅，我就去 KL 其中的目的去做工啦。第二個是其實是要去了解淡嘅生命嘅意義，這個里程是安怎樣嘅物件啦。所以我就按一路行到廟裡去嘅啦。行到廟裡，我感覺廟，我感覺迄個廟內面有答案給我咯，有這個會使給我這個答案啦。我想要明白這個答案啦。你去到一間上一間都對啊，你廟。要去找這答案。我就是去這個佛光山，佛光山去這個兩個月了之後，對佛教有較清楚的了解啦。因為有一間，我讀冊時候有一個佛經啦，佛經叫做八大人覺經啊，八大人覺經，伊內面都有八項物件，互你覺悟啊，有八條的 root，OK。你讀了咧以後，你特別覺悟誒，人覺經互你覺悟誒，這個說法啦。第一個講國土為脆啊，世間無常，國土為脆。第一句都已經喊出來了哦。世間是無常誒，做咩這世間是無常嘅咧？無常嘅意思是變化嘛 ，so impermanent 啊，冇叫 impermanent。叫伊講這世界，這個世界是暫時嘅，無固定嘅。你如你的厝哦，你厝會放100年 ，OK？ 阿龍你咪秒掉，2000年，伊講這個世界派去嘛，對唔對？是調嘅，伊唔係個咧是會直變嘅嘢。呀，伊是無常變化嘅，包括調啲病嘅，伊就長本嚟，做了就大長了，伊會無個了，伊咧佢哋長係冇嘢。他們唔係本身人哋講，你講呢個世界上係隔了唔係本嚟冇嘢，maybe 是除了 plastic 以外啦，隔了 plastic。無常老人咯，其實是有幾項物件啦，最簡單的就是叫生老病死啊。咱嘅生命嘅里程啊，生命嘅里程是你特別會經歷，你出生，你會老，等下你個病，你個死對嗎？這個過程是特別愛經歷嘅，所以是無一個人會使 skip 掉這個流程咯。包括你嘅厝，這個世間哦，各樣東西啊，你嘅車。像啊隻車啦，或者車哇，或者車阿水哦、阿新哦，你袂使去掛掉伊個車柄嘛，一掛掉你就心哇，啊天啊，我這柄搞我車你水啊，甲掛掉去咯，慘咯，對唔對？你心啊疼，對唔對？我的思想都點樣？世間無常，因為其實這個 material 是 ion 嚟嘛，其實是 Araf 嘛 ion 嚟嘛，其實是這個鐵啦，伊是鐵嚟嘛，本來就是鐵嚟嘛，伊無經過 police 嘅時候，伊只是一個粗糙嘅鐵嚟嘛。咁要經過 police 變個水了之後，我掛花了，我也相信。做咩我會因為伊掛花，伊 police 之後，伊掛花了之後，我也相信咧。伊本來就是一個 Araf 嘅物件嚟嘛，是你經過保護之後變成阿水嘛。其實伊喺這個過程當中，伊是不斷地在轉變嘛，伊轉變好了，轉變阿水了，然後我就attachment，我就執着這個是永恆的美。永恆的價值應該是安尼款，永恆應該安尼款啦。所以永遠都甲我的生命哦，我也全部愛執着。我的老爸母應該愛安尼款，我的囝愛恨，我的老爸什麼愛安尼款，因為我執着樣愛安尼款，導致我承受下痛苦啊。所以我就來這人生無常，國土為脆哦。其實這個國土啊，國土就是講這個國家土地這呀。其實都伊是脆弱誒，你看伊像穩固堅定啊！一個 virus 來，大家人嘅生活可能都 just destroy right，那生命啊，其實脆弱嘅，即係去體驗伊愛互人嘅 message 是啥物啦？例如說世間無常安尼 message 咯。我感覺這個 message 互我是較有淡薄件積極性嘅去其實用安尼 mindset 去認知這個世界哦，咱較袂安做attachment 嘅安全創傷嘛，咁我即係唔叫我放不下，是因為我 mindset 裏邊有 prepare 了，有準備了即係物嘢其實伊最終會去到一個狀況，就是例如我老爸母死咗做邊會驚
最后面是离开的，离开了最后的就是你，我是爱面对你自己生活，安咯。后来我走出家的时候，我老爸母就是大反对啦，反對錯，OK，你幾時會出家？你幾時會出家？你幾時幾歲還是24歲？啊，24歲，24歲會出家。做工咯，後來我就去做工，做了我去做工做2、3年啦，喺出版社做工啦，喺這個生活出版社做工啦，做旅遊雜誌做這個叫咩啊？這個電子雜誌啊。秋季嘅雜誌啦，即 story 即係訪問啊，寫稿啊。哦，所以你是做記者仔啦，這裡是食烘嘅，這裡記者，食烘嘅，一出真係叫食烘咯，雜誌叫食烘啊，對冇？OK，叫食烘 ，OK， 你去做3年本啊？雜誌就叫食烘啦。特別3年裡面，你直直笑，做3年啦，有笑那款嘅物件啦，直直有笑，講這個說話物件係咩物件？是。我是講，對，因為你咪剛才去做工，本來做工嗰陣時，我係時間有時拜來禮拜有時去參加國教團體啊呐，去聽什麼課啊，做什麼活動啊呐。你幾時嘅想到？你是唔是你做食烘嘅所在咧？嘅時候到斯里蘭卡咧，做乜事？佢講咧會呢？其實我是這幾年嘅來年嘛，我唔是。哦，你去斯里蘭卡就幾時來？先嚟今年啊。今年啊，今年啊，你之前 OK， 你頭一個出街是你記得咯？7年啊，7 years，我是俾妹講啊，師傅，我是俾妹講啊，你皈依是幾回事嘅皈依？皈依佛門啊？皈依我是那迄陣皈依佛門就是那迄個參加這個。能夠嘅課程咯，嗱，東禪寺參加能夠嘅課程咯，然後我就參加自己皈依儀式咯。OK， 我皈依就是成日講佛教參接佛教係啊，你 admit，你成日講，你接受講你是佛教啦，OK。The meaning like that 啦。皈依啦，有一個 ID。佛教徒啊，嚇，個 ID 啊？有一個八號。有一個 ID，像我嘛是有一個 ID。誒咩？有 ID 啊？有安尼款嘅物件係有嘅。哦，這是有一個卡落你啦。叫做皈依證啦，皈依卡有啥名啊？放水水師傅嘅，你是 under 到一個路線咯，你嘅師傅是點？對，你嘅師傅是點啊？你講啦，因為是差唔多成個故事嗰啲，咪是講你洗禮過嘅，是你有隻啥你 baptism certificate，然後咯，你 Godfather certificate 咧，有 certificate 啊，有 certificate 啊，我記實係我就未記，我唔使走去到去啊。我要你做咩隨多堆咯下你 ？OK， 明白下了，你是幾時間去出街咧？我去做工咯，做了3年了，已經是24歲了嘛。喺社會冇打滾嘅經歷啦，嗬。做工，大家嘛重複佢哋工作，應該差不多是佢哋情況了。個落去咪是30號、40號，應該這樣情況，感覺是。我會選擇另外一個生活方向啊。做你無滿意啦，你無講正歡喜正滿足，你是直笑講，你生活無講真正滿足，你都要找別項物件來做。不，其實是我們是因為。冇咩煩惱啦，我冇咩煩惱啦，冇 girlfriend 啊，冇咩感情嘅創傷冇啦。其實你拍過拖，你拍過拖過哦，你阿未做會上市都。冇。有淡薄嘅曖昧啦，但是唔不正式嘅進入拍拖啦。所以成日有淡薄暑假，特別冇講真冇 relationship 過啦，冇拍過。是冇 relationship 嘅，因為迄個朋友咧，本來就是伊介紹我去廟嘅，伊都冇好意思，佢再繼續即感情落去嘛，大家咪佢再繼續落去咯。我走去廟了啦，依個基本是佛教徒嘛，所以就是嘅成就落去啦，咧佢落去啦。我咪就咪咁樣每隻。都人嘅感情冇關係，繼續落去啦。即係數戶嘅電話是唔是 Android 還是 Apple iPhone？Android。哦 ，OK，
我 because 我聽一聲就冇對，我講係特別伊唔是 Android 別換伊個 audio 伊個 room 嘅 audio quality，所以別緊接嚟講，接着講嚇。應該是我即帶刷無好啊，因為我哋刷巴啦，哦，喲，別緊，嚇，冇顯示哦。嚇，你我要聽到啲做這個會笑咧成話。了你其實出街你安怎？你是條紅險笑掉，唔係笑掉，佢就哎呀我要出街啦，你看哪？紅險唔再笑掉，要出街做會笑。一下，一啲對哦。咱都冇講幾個數過，我就會每講幾個數咧，大家叫佢講下哋啊。我就會每係咧，我是用廿每嘢，確定性嘅講兩成，等我每兩成。一歲成啊，一歲多嘢啊。嗰時噴波啊，嗰時咪。I think 伊 connection 未有，是咱咱幫佢聽。要講你俾聽呢邊個最所在啦。咁曬，你聽呢邊最所在。email 會聽呢邊最所在。有陣時本來本是秒，本是家己秒嘅。阿蕉講會笑 can see ghost。我出嚟，特別我出嚟，其實本是有內人出嘅。哦，是啊。其中一個，比如是二個啊。哦。因為爸本是有去出嘅。你爸有出街過？對。特別就好笑嘅，一個是閃嘅嘛，แล้ว一個是佛教嘅嘛。แล้ว頭嗰時本是上家即個師傅講安尼款咯，出來人啊有反對咯，แล้ว真正反對甲燒罵啦，แล้ว大罵我大哥啦，我大哥。哦。罵甲我大哥好啊，แล้ว我爸是閃嘅嘛，閃佛嘅嘛，所以伊人嘅物件甲佛教是無相嘅嘛，所以袂接受咯就，所以袂接受咧本是罵我大哥。半派咯，咧罵我大哥。伊唔是袂接受出街，伊是袂接受無相派啫。呀，伊袂接受無相派嘅物件。แล้ว in the end 特別 in the end 過後唔知安怎啦，差唔多過啦幾年แล้ว我係大哥 insist 講愛出街嘛，嗰陣時1992年啊，真久啊咯。哇！1992年，1992 SPM， 哇！特別呢人講咧，爸母呢若是講何你驚啊去出街咧是真正大福包嚟咯就。下隻大福包，下隻大福報嚟，安尼看咯。後點唔是後點，咱對哪位啊？咱師傅對哪位啊？嚇？對哪位？個啊，個無聲個喎。你按鈕你冇講話，你按鈕啊？做也是一部 connection 比較時少。我係每樣物件嚇，每出街是係咪嚟？出街就是離開迄個街咯，迄個街是咱人嘅啥啦？出街就做會上意思，就是講一出去迄個街，出去迄個街就是 family home 嘅意思咗，就是一 break through 迄個 circle。伊是一個佛教會用嘅字啊嘅，意思就是做會上嘅意思。明白哦？出街是 break away from the family 是冇？對。特別出街意思就是講出街意思就是講你成日去做會上，就是出街咯。成日講。你做人做咩？走住字啊，唔是出街咋。So I guess 我 guess 對啦 ，because 我本時有一個歌是 Gypsy 歌嘅嘛，特別 Gypsy 紅教嘅歌啦，哦。呢個啦個，แล้ว Egypt 是成個你彈一個新嘅劇燈，你幫你嘅聲，實際新嘅聲話。你看對咗 Catholic 咪是出街。我人叫出街本咯，一 concept 是像啦，一 concept 是像啦。即係就是 leading home and renouncing the world，就是講你離開這個世界，但係你能夠話掉嘅，你離開這個世界，你接佢另外一個新嘅世界嚇。OK， 明白。即係嗱，師傅對哪位師傅聲？那師傅那是無聲嚟講嚇，安怎咯 ？Android 啦，安怎叫伊 leave
app 嗰度對嚟成咗一部聲。除咗個再 left the 再接 room，啦，到。and then 個啲啊，佢呢度離開住你房間，你離開咧，佢就到對嚟。 leave room 嗰度對嚟。我聽到，喂，聽到，但是即係聲嚇，喂。我平常先講咁聽到我聲聲，嚇，有啊，聽到啦，聽到啦，聽到聲，嚇，你入去講。頭先會有面食啊？頭先我就講一出街咯，入市會是出街咯。入市會啊，แล้ว你出來人反對哦。我聽到。到時你點，到時你時間點，想到哦，我俾佢出街。因為未聽到人話，你係 type 講嘅 leave the room 個讀點嚟。學 Christian 呢是講個 The Road to Damascus。你把聽到阿 John？ 哦，我係 connection。喲。人會使啊，特別冇咩聽到人聲，伊未聽到人聲定，伊個 connection 冇事。你聽唔到我講你特別離開這間房間，佢就到對嚟。你特別 leave quietly 咧，佢就到對嚟就到。我是 Clubhouse 啊，對，是 Clubhouse。Google Meet 也有。Clubhouse 分別有 Google Meet。一邊我睇啦，一邊接。OK。Clubhouse 分別啊，Google Meet 個 video。個接嚟咯，有人會解講掉。你哋 leave 個接嚟。嚇，我弟弟講啦，唔使聽到喎。你未聽到人對 message。 private message 依款。伊無 private message 嘅話，伊無讀 web message 呢。等我 try 到底即 chat 嚟嘅講嘛。咩啊？所以睇下有啲即係暗啦。斯里蘭卡嘅。哇！你能夠可以用成個電腦還是手電還是係咩啊？就是講啊，以前是講隔離去上本時就俾佢斟茶，起衫去打水。Modern 嘛 ，Can you the room and come back again？ OK。OK 啊，請我即阿岑樂沙請。呀。幫啲那邊人到對啊。哎呦，發生。Hello， 都。แล้ว Facebook 咧用哎呀別 ，Oh my God 嘅啫。誒，嚟講掉咧。等聽講係咪？要講。嚇，講隻師傅，你聽到喎？誒個狗有到一百，有到一百咩？一調掉嘢，一調掉嘢款嗰隻咩？嚇！喲，家見到呢，想為第幾 episode elevate 都嚟少啲。你講到你協嘅你，係啦。我哋剛講以 history 就為咗俾接一把哈，嚟對嚟啊，聽到我啦我。哎呦，個寶喎。非常有聽到離開咧，就就出嘢就對嚟。嗰時嗌我人點咩出去哦？你點咩冇對嚟？直頭係你。無，我叫伊，我問伊看嘢 join Google Meet。你根本都聽唔到人講話。我private message。private message 有製有線 app。我嘅了嘢啦。是，伊袂曉看，因為是伊無 add 錄啦，錄 message 走去 request。喏，咁麻煩咯。Hello，就是會聽到伊狗嘅聲。嚇，我聽到伊叮當伊麥嘅聲，伊未聽到人呢。就一直冇講話。伊咪就是冇聽到人咯。maybe 冇聽到人。狗嘅聲，但係聽唔到伊嘅聲。哦，嚇，伊冇出聲，伊冇聽到人，所以咪是冇出聲咯。伊是唔是顯意？冇啦。冇啩？有狗嘅聲，你冇出聲咧？伊就冇聽到人嘛，所以咪是冇出聲咯。伊冇聽到人，伊講 hello 就使啦嘛。我真係那估啊！直冇聽到人，直 try to connect 嘛。葉volume down 條葉款。唔知啊，是唔是冇開 volume？冇開。有啦，點解我那估講那估啊？啊，冇叫講是聲 hello 啫。伊就是未聽到啦，無咁你啲嘅人啦，會曉聽嚟講，你叫
佢一 leave 喺度 inter 嘛，講嘅了嘢冇啊，攏都 call 埋咯。我冇意見喎，你就用 Facebook 嚟講下。你 Facebook call 啦，用 Facebook 嗰時用 IG call 啦。Facebook 係 call 嘛咯，你換咯。Hello，似乎誒，應該就冇咩掉啊都。喲，佢不當 Steam，我百度嘢我接見。講幾個數據。冇啦，我白人會使講個 in the meantime 是人講叫白啊，就個嗱，但係維娃娃有佢哋嘛，有出來有隻出嘅，攞嚟歌一個禮拜，一個歌一個禮拜，แล้ว禮拜出嘅是安怎啊？禮拜是閃嘅嘛，แล้วอี後生那時哦，一隻派死，แล้ว我講呢度你愛去一個古林嘅閃廟嗰邊嗬，แล้ว可以去出街咯，啊個出街，特別伊是屬咗是短期出街啦，短期嘅啦，แล้ว出街แล้ว啊個伊I think 10歲嘅款啊，10、16歲嘅款，短期嘅啦，就我等放假啊，就你去出街咯。แล้ว出街แล้ว伊就接落去呢，伊就once a while 伊就獨斷去伊個閃廟嗰邊啦，嗬，แล้ว就落網出街 ，even 伊教完แล้ว教我出事แล้ว嗬，แล้ว伊本有一刀是有出街咯，安尼款咯。哦，你是去到古直到出街是成啊？即轉嘅啦，哦，這是地啦 ，OK， 對地，แล้ว我個咧就是1992年實咯，98路。哦，呢度啲都係呢個，都係做呢個。呢是到澳馬嘅位。澳馬是大陸係咪照？澳馬是 BM 嗰邊。巴海榮。巴海哦。BM。你都唔係叫佢咩咗？我唔知係邊是澳馬。佢咪單飲嘅位。我唔係去過喎，死喎！定到冇過係澳嚟啊嘛。哦，係啦。ก็ค่าเอามาแล้วทะเลเจี๊ยดูสัว講ทะเลแกตกทะเลอาบุยแล้วมันจะเจนี่แล้วก็จะ40唔30 90幾歲，30年。30年。呢檔叫做60幾歲啊嘛。哦。60幾歲啊嘛。伊歡喜啦，伊做你可能唔幾歡喜啦。哦，伊呢可是有一個奇怪嘅，伊呢是一直出事了嗬，伊就冇咩會食肉了誒。哦。伊有一個天生嘅，一個伊種啊生成嘅。嚇，伊是有一個生成嘅，咧伊袂食肉，伊無咩會食肉，伊是干那會食魚啊，那款嘅物件爾。成個都可以食豬肉啊、雞肉啊，吼，伊食咧會咬嘅。แล้ว伊本是有一個機會啊，那款就對調，我嘅外媽就去佛教會咯，佛教會啊，那款咯，แล้ว就去念經啊、聽經แล้ว啊，แล้ว伊就成日講就較 active 淡薄啦。你個條啲幹嘛嘢？嚇？安啲你過條啲幹嘛嘢？我外媽本是後來那是本有接觸到。我是講做咩事？你過，假如你買，我唔知喎，我唔知喎，依兩就是我哋頂就แล้วขี่啊，因為我人大隻見嘅，我人大隻見嘅，แล้ว另外大個本是下，แล้ว大個本有陣ขี่我外媽係厝嘅。ทำต่างๆแล้วจะตัวเดียวขี่สบลังใจเขาขุดเกาหุยแล้วนำสีแล้วจะไว้กองนี้จะจะบูสุกะแล้วมาตัวแม่แล้วแม่แล้ว in the end 本是冇辦法啦，因為我ตัว個講伊而家是有心，伊而家是有心出鏡嘛，แล้ว伊本是感覺就講อันนี้คน係成日話呢個下意哦。嚇，本時上家特別頭先佢哋數講嘅那款咯，本時較下意咯，แล้วมาขี่咯，แล้วขี่落毛那款咯，แล้ว落毛是講剃頭毛啦。對，伊咧無相嘅物件咧，是頭先嘅數咧，伊是成塌了，佢哋護理啊，啲物件嘅了嘛，แล้ว伊個發現到那款物件嘛，特別我嘅大哥咧，伊是
伊是對調，成日講伊成日講對調人去念經啊，แล้ว慢แล้ว伊個發現就講安尼款嘅生活下伊啦，แล้ว伊個去出家，所以伊愛出家那時吼，伊無一個基礎嘅，就伊無成日講一個師傅安尼款，伊有你去讀了嚇，你講無，伊是出家了後咧吼，แล้ว伊嘅師傅啊。伊師傅感覺就講啊，伊嘅 knowledge 啊，就少咯就。แล้ว特別伊去頭先師傅講嘅咯，係你邊領嘅，係你佛學院係邊吉他咯，嚇。但即看師傅對哪邊，師傅都對哪邊。伊講無聲喎，伊講無聲，你講無聲，no sound at all。你叫no sound，你伊成 quit 伊 app 冇計講 long type，到啲人叫伊 quit 伊 app，有時佢就接埋對。對嚟了，耶！對嚟咧。感謝。無聲，聽有冇？有啦，當然有啦。同伊就成咗，同伊比怎麼過程咗？來。呀，是早期嘅 iPhone 咯，應該是。所以先，早期嘅 iPhone 啊，早期嘅就先啊。多數。冇，因為每，但係你講，我是要知只，真正想要知啊，講你安怎離開即要出家時，你出來人安怎？你爸母你兄弟啊？我來出家是愛找一個師傅先啦，找一個師傅，啲師傅愛接受你啦，伊愛觀察你應該有2年3年啊，看你是唔是有什麼這個思想上啊，有什麼個精神問題啊，嗰是欠債啊，逃避現實啊，有幾個基本條件啦，因為看你真正有影是誠心會做嘅，依家學你去參嘅，唔是講真採來愛做就愛嘅，好呐。對，so 阿 John， 安尼暫時搬去廟嘅大咯。教授你講咩？我是講我要補充是講就是講 before 出家時呢。是講你人是講你佛教啦，你 already 皈依啊，所以伊人特別有參加者這些唔是，伊人有唔是，伊人有參加下咧參加法會啊，五戒啊，你要持五戒啦，你要參加法會啊，你要較只 practice 這個物件 ，and then 你就是像個師傅講，伊咧師傅特別 observe 你到底有合未合嘅。伊把路會使甲互你出家就知，唔是講你要出家，就是你出家。出咧哦。唔是講亂做嚟，伊人就要做成個你要有按照講你有點嘛，你要了解伊物件，咁了啊，你把路會做安尼款嘅物件。了。對啊，安尼就個1年個2年啊咯。我師傅2年啊，2年個加看 OK 啦，會使。按度冇出橋，還是你是到底，還是你是普通本是到你個處，你無成講去暗下邊咧無啦。冇。冇。啲拿做工嘛，就普通嘅生活係啦，普通嘅生活是講拜6禮拜咧，就去大工安尼啊，按師傅夠最時間去觀察你嘛嗬。observe 你即樣有咩情況，你思想有什麼？我未曉你講反咗啊！我是想我是講愛出家嚟講嗬，你是特別成個讀一年幾就成個讀有時介紹接嘅，是講伊感覺你觀察你真多年了 ，OK 感覺你啱嚇，了你對曬出家剃頭或咩啊？安怎誒？你講下。是，免先讀冊啦，是愛地動有一個師傅，伊要接受你，伊要做你嘅師傅 ，OK，and then 伊就愛觀察你咯，問你做咩要出家啊？你想法怎做啊？因為要負擔你接下來你出家了之後哦，你咪多了一廟嘅嘛，你唔是要負擔你嘅生活啊，照顧你啊，
你就受清楚嘛，嗬，因為你使亂笑笑啦，但係老爸母反對咧啊，到嚟咁嘢咪就驚，你咪驚對唔對？你咪受氣看嘛，你老爸係咩嚟正確？就冇啊，你欠借啊，你欠借迄第二窿就走嚟破七我啊，你未使嚟哦。你咧碌時去到一間啊，上一間嘅阿媽。我哋冇，我對去吉林堡找了一個師傅啦，有一個師傅啊，帶伊咯，帶伊出街咯，出街我嘅溝通好了咯，伊就講 OK，會使坐啊，會使我出街，咁我就對迄個厝人講咯，我甲老爸母講啦，我冇出街啊，伊拉就是一哭二鬧三上吊啦嚇，但是我20幾歲嘛，我當時24歲啊，我頭腦跟他中毒了，跟他想。這個好像為愛情自殺那情況啦，我咪宗教狂熱啦，當時我嘛一頭唔係管我老爸母安怎想啦，我總之我跟你講了，我嘅生活我負責，我選擇係咩咯，我自己負責。當時呢個年齡姿態是係啦，我愛美術好，但是因為我阿最多，梅花南山，我是幾歲啊？我老母今嘛是73歲，頂當嘛是40幾歲咯，你嘛？係咯，你出幾時？50年啦，50年，50幾啦嚇。反我老母是大反對啦，特別反對嘅。你就烤咯，一路就嚟炒咯，炒咧我就走去咪起來，咪嚟幹部嘅。我死冇出街嘛，就一頭走去香港咯。我走香港咪起來，咪了香港1年加半年啦，喺香港出街喎。我是走香港頭去參加伊嘅節會啊。多少香港係多少久？我香港多半年，這半年後邊咧，因為我老母是無支持的嘛，我規間厝人因為有濟大姊啊，濟大姊就濟姊夫啊，濟姊夫啊，規家口的人是嗰一種海卡的人吼，伊關係阿密切嘛，阿姑啊、阿叔啊，什麼吼，因為老母那好嘛，我老母就想到一個方法咧，伊就愛用苦肉計嘛，伊只要好吼，伊好吼是淹到了規家口的人。淹到了我阿叔阿姑啊！伊人什麼人開去，人開始就口嘅電話都有200人，對，我規家口嘅人咧，規家口唔是我厝嘅人，就是我規阿哥阿弟什麼冇嚟就做怎麼了啦？你成做咩甲你老母？你做咩甲你老母做甲你款？你做咩甲你老母折磨甲你款啦？你老母是叫你對來做人啊，唔叫你做。你感覺我是做這代志咧，是你做咩去做這樣嘅代志咧？好正了，講你唔做，你做自己喊你代志做什麼樣？又伊未了解我，我講到吹，有時嘅人，冇，你冇都出街我就，你伊度那嚟插嚟罵我啦。你半年後邊咧，我其實我多嚟香港咧，其實多個心不安呐，想個做了最冇咁嘅代志啊，就是你所做的一切哦，是你做代志哦，想個可以對冇人去接受你啊，你想你對為你自己人生去負責哦，冇人愛去接受你啊，做咩你人未了解我？我認為當時嘅情況啦，還是你出來人有 contact 你哦，你出來有 contact 你到底香港嘅事？有啊，就是拼命 contact 我就是我 disappear 了啦，我已經冇了，我冇 connect 伊啦，唯一一個 connect 就是我係地尾嘅大姊，地尾嘅姊，跟我有 connection 嘅。我當見我大姊就罵我咯。我在地尾伊就罵我咯，伊罵我哦。我本來我係第一歲大姊個，我是close 嘅。伊佢才接受我去做這代志啦。最後我自己靠什麼人嘅冇自己接受了。第前嘅嘛，人可能最最大，因為條 KL 最最大嘛。咁我伊未接受，因為你甲我老母弄甲你款啦，你也是愛個喊落去哦，你幫佢對嚟了啦，喺度斷絕關係好啦，我就
啊，我都一意孤行的觉得说 OK， 你不按照断节的代志啊。总之我是我坚持做爱，我爱做物件。爱做。等陣，嗰樣物件就是講嗬。當時情況是。暫時讓我等下禮拜個都嚟聽啦，第對一直做會上市成，我是安怎啦？但係暫時你忙走嚇，你忙走個，我即當今時我暫時聊這個 episode， 特別你留掉你忙走嘛，我驚講你走去，你留掉我冚啦，這 short 咧，可能現個集去講第二處嘅時候，所以講個一邊讓等陣禮拜不都嚟聽這個收聽這個人嘅師傅出家貴啊，安怎一家一出來，人嘅關係個安怎那個到底安怎去甲所以人家又做會上，你特別禮拜特別都嚟收聽啦，各位特別嘉賓講個一邊先禮拜嘅集會收聽，拜，特別都忙走啊！